燕儿，你年年难归，路过我家，可我负漳州，何日能回呀？他们又来了。接小姐请安。店总管，你辛苦了。店爸，晚是早酒，先请用完，上午送他们下山。哦，不要忘了上夜。好。不，我们是和小姐一起同生。是啊。放心吧，带上这包野山参和这封家信，老爷不会难为你们。不，老爷再三关照，小姐这趟再不回去，他就要与小姐一刀两断。一刀两断。老爷万吩咐，小姐可以不回去，可店铺娟儿必须回去。那小姐生病，怎么可以没有人照顾你？是呀，小姐不回去，我们也绝不回去。哎呀，对不起二位了，老爷吩咐绑，也要把你们绑回去。你们谁混动手啊？娟儿，哎呀，小姐，老爷也是一片苦心啊。你想啊，这千里迢迢深山老坳，他要来看小姐，可路途不便，他要寻找女婿浪迹天涯，哪里去找？小姐，你就让我们回去吧。小姐，你就让我们回去吧，小姐。随我们回去吧，小姐。弟弟呀，弟弟，女儿何尝不知弟弟的苦心？可田秀从今总爱夫君的这份情愿，你和小姨是最清楚的呀。店总管，快请起。小姐。流水难忘是我的承诺，我怎么也忘不了6年前同先生的那段悠悠长长、相识相交、相亲相爱的感情经历呀！有鸟也其名为本，北入他山，一入水天之云，断不要扬居，20上9万里。有鸟也其名为本，北入他山，一入水天之云，
端府要扬去，车上9万里。小姐，曾有他亲要关照，马车啊已经停在后花园了。娟儿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宁可早起我，不可不到漳州问章。苏呆子知道，可是太阳已经停到半山腰了。哎，小姐，走吧。哎，旭旭，你可不能走。小姨，出什么事啦？都是为了你这个漳州迷，我啊不得不向你透露秘密了。哎呀，青色弟弟要宴请漳州先生。宴请漳州，就是小姐连做梦也会念到他名字的漳州。哎，亲好啊，弟弟。名字我爱是心在此，名字我敬他心在人。今日儿心意人儿心灵美，你今要红儿子儿去打亲，儿在这家中人多余。哎呀娘啊娘啊，我们娘的孩子好可怜啊！旭旭，我姐夫的用心也是为了你呀。真为你崇拜漳州，11岁才把他精彩华章到配是侣，真为你才名远崇，引多少公子往生做好婿，真为你心高囊真儿，得罪豪门天万岁。今日他巧结生命百人言，谁为八九心不仁钟家公子，我为吊桥饮醉。什么王生公子？你想，你拒婚的王生公子，今日都要来拜会漳州，你在这个时候出场，岂不是要让他们更想着飞飞了？王生公子再想着飞飞，都与我无关。我只想久久两记不可断，我只想放胆闯荡为漳州。你这个时候出去，岂不是叫你弟弟难看吗？这两军之计，哎，小姨，啊！妙了，先生讲也都是该谢谢了，大家请便。都有他，先生大驾光临，4环3蓬荜生辉呀！哈哈哈哈哈！先生，请。时日不早了，我也该为爷滚去了。啊，禀老爷，宜家先生有娘家内侄杨典公子前来团亲。内侄杨典，岂有可人漳州高士？哦，宜小姐传话，那杨典公子得知漳州先生也在府上，恳请老爷一定为他引荐。既是府上之情，那就请来相见。哦，多谢先生宽慰，此次有请。请。哦，有请杨公子。是。杨公子，请。杨公子，请。哎，旭旭，看你。未见先生巧改装，小心
两爹之命赴营下，小军功有关风人从天降，爱弟子好比那鱼儿自己藏。这儿杨典拜见故地大人。罢了，来，我来接你迎接，这位就是当今名士漳州先生。就问先生严明，今日得见，实乃三生有幸。言重了，杨公子请坐。谢寿。月生来时，未能当面聆听先生教诲，深觉遗憾。不必遗憾。其实，方才我只是讲了我的一个梦。一个梦？一个梦？是啊，那一天我备考大时做了一个梦，梦见自己两翼丰盛，一下长出了一对无的翅膀。于是我徐徐然飞舞在园林花草之间，自由自在，无牵无挂，通体舒畅。醒来我竟一直想不明白，究竟是蝴蝶在我梦中，还是我在蝴蝶梦中？我带了这个梦境去请教我的恩师老子，经他指点，我才豁然开悟，原来这梦中蕴含着神圣之力。醒即梦，梦即醒，生就是死即生，为即有为，有为即无为也。所以，我以为，若要摆脱这神圣之苦，唯有超传生死，忘乎利害，天生合一，为贵自传。先生红人越听越觉，不大尽深也。苦呀，生不明，世人既有这么多烦恼，又是何摆脱得了你？哎，问得好，心无一问，乃是一种超然的境界。可真超然者，能有几人？因为人的道根不动，悟性也就不动哦。精辟，精辟。苦呀，生万事不明。哎，这儿怎可没完没了？当少先生，不，吞讨一问，理应我司己见，请讲。先生，亚生自幼爱读先生文章，今先生淡泊名利，疾风高尚，翩翩华章，直立升上，常使我茅塞顿开，豁然开朗。可亚生也闻得先生曾穿着当了落过补丁的衣裳去见为王，还曾想见我后解密不实，以此落落机上苦度时光。对照如此经历，不免使我在叹息之余，遗憾先生这些生死有无、人为之事，死于柴米油盐、民生琐事，离得太远太迷茫了。故夜生以为先生之一时，还需补衣食楼，方可使大道移动，便于传扬。先生之事业，也许添几个真正的文章之计，做你的起居帮手，事业必帮。好了，不要再讲了。哦，先生，这儿年幼无知，也都不公，还望嘿哟。不，你这儿方才所言，正是在下闻所未闻。先生之意是？在下之意吗？喏，这位公子要我寻你的真正文章之计，就该是他哟。他？杨公子胸藏金须，恨不寻常。
杨公子，来，我们靠近些说话。哦，过奖，也身上有妙物，恳请先生扶正。哎，杨公子不必过谦。张嘴我迎人虽匆忙，恰难杀其余的心肠。今夜正呀你小杨天，请随我前往驿馆，并做账单，开怀信息同他团堂冷文章。万万不能！怎么，杨公子不愿前往？不，一声团亲赶到，尚有些急事要办，故先生的神情想要。还需与我姑爹商量后再定。不用商量，先生器重于你，就听先生的。哎呀，姑爹！昨儿团亲到此，一来拜访长辈，二来尚有急事待与小姨。小姨，待与小姑商量后再定。故今晚是万万不行的。今晚不行，还有明天，请先生再来安塞。好，明天我一定在此登门拜访。明天？对，明天是我们两个痛快唱句方言交际，告诉宋先生不，大夫请留步。即日此有这二台为相送。真名先生请。好，杨公子请。哎呀，那么好在，老爷这个忙啊，真是越帮越忙哦。这样一来，事情怕真的要弄僵了。小姨，谢谢，你今天的话可是唱大了，你父亲至今还在生闷气呢。可是我总算见到了我娘母已久的张嘴先生啦。你开口张嘴，闭口张嘴，眼里都快没有别人了。小姨，好了，我怕你父亲生气，闷坏了身子。好，我们快去劝劝他。继父，秀，你那不伦不类的女扮乱长，要是穿帮了，你那疯疯癫癫的名声也算是实传吧。你想，还有哪个正派公子过来娶你这个疯丫头？原来爹爹是担心女儿嫁不出去呀。火都烧到眉毛了，你还有心嬉皮笑脸？继父，往好事情我没有穿帮么？没有穿帮，却赢得漳州的喜欢，这麻烦岂不够大？麻烦再大，能得漳州先生喜欢，这也是也是你爹爹的荣耀嘛。你继父，许说的也是。小姨，你不要再帮他说话了。事情已算一团糟，你外孙子为荣耀，明日你不去回漳州，不如抬举身。
在下，这种荣耀你真快呀！儿不然明日点不去，为儿你生恩，要爱你一生一世早知晓。弟弟，我记得张嘴先生的先生李伯阳就曾经说过：“无锡佛子所依也，且慢吧。”就是闯胡走。弟弟，快走急走急车走，不要能不要想，吉林万绪吉林人，这难的明朝万语儿去考，岂不自己讨自己？越考我越大嘛！哎呀，兵来将挡，不教训。三阴夜里寒风摇，这为天机不顾惜。全地上莫交叉，继父，错到山前事与落，这出招的是徐徐。我看这手招嘛，也给让徐徐去走前调和。再说这孩子聪明又伶俐，你就放心吧。唉，放心不下，也只好听天由命了。继父。忙了一天，身子要紧，快多少喝几口莲心红枣汤吧。小姨，乃为你替我们父女俩操心，委屈你，至今怎能叫我继父？继父，这是我姐姐临终的托付。我就是再难为、再委屈，也是我应该做的，我愿意做的。继父，你快去歇歇吧，我再去看看徐徐。这。
是我爷子今年做的一双新布啊，试试可合适？阿三，阿三，哎呀，我的小孙女啊，这个手艺还不错的。小姐是个真是能手，我在一边偷下来一点皮毛呢。好，好，好，小丫头长大喽。要是你把母还我这的话，那该多好啊！哎，你怎么不在房中是小姐呀？哎呀，小姐谁为那到南地教脑子呢？哎，是他让我出来，实在要静静地想一想。哦，是谁呀？这么晚这样就在灌炉？公子，请问这里可是店府？正是，请问你们是？我们从楚国而来，因途中得知漳州先生要到府上，故而幸宴过来了。这是我们公子楚王生。啊，原来是楚公子啊！那到客厅待着。娟儿，带这位小姑去安心。楚公子，请。已老了。哎呀，小哥哥，你的家怎么受伤了？哦，这是我刚才问路时被一条狗咬破的。不过这条狗看门倒是很卖力呢。哎，那条狗把你的牙齿和脚都咬伤了，你还夸他呢？一个人总有诚心，就是个好人。一条狗能随着看门，当然也算是条好狗。怎么？我说的不对吗？对对对，看你这样宽爱老实，倒也是个好人。走，我替你熬完参汤，再替你把牙齿补一补。那你岂不更是一个好人？多谢，多谢了。走。难得一日就只好呀，连夜过来，可惜晚了一步啊。是啊，是啊，与漳州先生失之交臂，可惜可惜。不过万生此来，也是为朕家务之命，专程前来拜望师伯，并有事相聚。哦，请坐，请坐。你我两家曾有私交之念，临征之事我是当晓了。多言师伯，不知所为何事？既然家务所托，也正是在儿所居哟。那就更好了。不瞒你说，我与爷子见面就有3分喜欢你。既蒙神不待，那有生就是言相告了。真为我归为儿门何渺渺，上朝迎红梅侍女来朝朝，真奈我伯母骑龙门的归自宽容，三心相对能成恩交，用资本自然多多少，方知孝顺把有女天下交，实在登门好就像见我那心里神往梦中所求女要句句句，字字句句是
叶子，老夫十分赞赏你的诚意。不过，明日我家尚有急事需要调定，故请叶子细细数日。3天之后，我再安排叶子同小女一见。好，3日之后，这儿一定登门恭候佳宜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嘿，哎，今天的嘉阳公子倒是比昨天更英俊、更鲜亮了呢。那当然，实不然小生今日怎敢跃马望枪，再上沙场？但愿嘉阳公子此去，依然被当作真阳公子，大获人生，凯然而归。哎，说到杨公子啊，昨天府里倒真来过一位呢。什么一位两位的？你在这些什么呀？真的真的，昨天来拜会老爷的那位楚公子啊，倒真与小姐十分相似呢。哦，便不说他也是登门求亲来的。哎呀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最讨厌说这些。知道，可是那位楚公子啊，倒真同小姐十分般配呢。哎呀，我不听。禀小姐，张州先生也在老爷客厅等哦。好，让我即刻就见。好。杨公子千层难买，正好潇潇洒洒又负3岁。好，此次3元就近，就到我故地花园一游。先生，伤痛了吗？还好啊。咦，先生，你耳旁有一颗红痣。啊，先生有福子保佑，当然还好。杨公子，老爷吩咐，今日送别先生之后，立即到小姑处再而调定那件吉事。明日一早为北海向领真禀报，以免他牵挂。知道了。是。理在理也，可不认理在，为何又偏要理哦？杨公子，不，我想从现在起，我该对你换一个称呼了。啊，换一个称呼，先生这是何意？几番长谈，
身干你我已非泛泛之交，故乡村里眼地更觉亲昵。我对先生从小信你，称兄道弟，怕是不妥，不妥。眼地。从小心你是缘分，深交知己更不易。爱的在起多雕神，爱的心心无所先生过奖，也甚担待不起。哎呀呀，陈医生眼底，你又何必觉得大汗淋漓？得名师太句，神往神空神往神空矣。这就更可见眼底童真之心，可爱可亲。不过，所谓明日的所见所言，不完全等同于所思所想啊。譬如，在我心中，就还有你看不到的一面啊。我以为高此一问不成言，真名是我的也是逍遥去。以为夫人三岁夜，恰多病遭殃生死离，所言少爷的奶奶托起，我一直袖书放鸟飞，音筒悄悄埋心底，红尘难觅见女花，多对不愿也算情。原来先生心中也有凄风苦雨。陈医生眼底，你又何必觉得大汗淋漓？得名师太句，神往神空神往神空矣。这就更可见眼底童真之心，可爱可亲。不过，所谓明日的所见所言，不完全等同于所思所想啊。譬如，在我心中，就还有你看不到的一面啊。我以为高此一问不成言，真名是我的也是逍遥去。以为夫人三岁夜，恰多病遭殃生死离，所言少爷的奶奶托起，我一直袖书放鸟飞，音筒悄悄埋心底，红尘难觅见女花，多对不愿也算情。原来先生心中也有凄风苦雨。对先生侧心讨比夫，
什么？我在想，先生为万不所言，娶一位贤惠体贴的第三夫人。这不瞒你说，此事我虽然常想，可不抱希望啊。这是为何？因大凡女人，她们向往的人生美梦，无非是脂粉外衣。像我这样痴迷要问的男人，他们是不会喜欢，也不会理解的。哎，先生此话有偏颇了。以眼底之间呢？以我之间嘛。先生女人心中也有高山，那浓浓落落石缝里是有烈烈情深，上流不息。女人为里也有大海，那跌跌冲冲浪花里，只有蓝纱之梦梦依稀。女子当有女子人情，女人也是一方天地。你不为吾望女婴儿也，你不敬女娃不听不天哪，想不到眼里对女人也大有研究。如此见家，又是闻所未闻呐。先生若有兴趣，我再替你测量个事，是哦。这是丑事，伴侣二字。伴侣。伴在一半是伴，一半是人，侣在两口合一，这两个字的含义是，无论是女人还是男人，两口组合才能合成完整的灵魂。所以，先生你必须找到你的结与花，那才和你文章中相依相成、相正相生的相对高人。有意思，有意思！眼底居然能用我的文章做起测试先生了，佩服佩服！哎呀，下雨了，先生，快躲雨去吧。我不想躲雨，我喜欢淋雨，我喜欢淋雨。先生喜欢，我也喜欢。希望你迷上万代出手中，清醒有时成语成风，在意深深爱在手，与你在一起，枝头鸟就亲，花落水更空，张脸换成了笑弯。眼底，你又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先生历经许多情关坎坷，今晚又是此少年惊醒，我想上天一定会赐你一朵结义花的。这句笑话，眼底要是个姑娘，那倒真是一朵极妙的结女花呢。可惜你不是。是果是你，那我就娶你为妻。
此话当真？非夫之言。既是非夫之言，老天定会xử你几级。几级？什么几级？何来几级？先生，请闭上双眼。做梦吗？先生说过，梦即是醒，醒即是梦。好一个梦即是醒！对张嘴安排妥当，定来去年东往暖瓦山。暖瓦山，就是我曾经做过的梦的神经细节。好，那我就随先生同往仙境，去做那无敌美梦。一当无的梦，你就迷上梦，还要假结梦，真是出了梦昏了头了你！谢谢。张嘴是一位有大一分的名士。哎呀，名士又怎么了？年纪比他大一倍，真配做我的女婿。可是年岁并不妨碍他们两情相悦。小姨。弟弟，你看，这是娘临终前把你们定情的一对绿玉杯，一直留给了我，好叫你一看到它就舍不得委屈女儿；一直留给了你，是祝福你到合适的时候把它送给小姨。我娘在纠结，谁能安心？正为记着你娘的祝福，我在此次依着你，不怪委屈你。现在爹只求你一件，哪一件？决定婚事前再结一个人，一个比张周更能叫你喜欢的人。不，女儿喜欢肯嫁的人只有张周先生。可你这是学问中罢，精神中罢，你只是在爱一个梦。可这个美梦，女儿已经做了很久很久了。唉，啊，你谢谢弟弟，开功夫有回头见，请弟弟承谢女儿。谢谢，谢谢。弟实再不答应，我就剑下请示，立即离家去寻找张周。啊，你居然想走这步邪计呀！谢谢，因为邪计没有回头路。继父，神人为大，天意难违，你就意料许许吧。唉，是啊，谁让我自己请来了张周，谁让我亲手牵拢了这根线，这叫天意，天意难违呀！好吧，等一切筹备定当，两桩婚事一起办。哎呀，弟弟，小姨啊，姨娘啊，
这位先生有大学问，老爷才担心先生他一走6年，会不会把小姐也忘了、休了、遗弃了呢？先生乃是性情中人，不可无端中伤。对，你去告诉老爷，小姐是挑衅不回去的。我点吧，你休想绑走。对，哎呀，小姐，别怪我们粗鲁，要怪也只好怪张嘴先生，这个有问不顾解决了吗？大胆！不许你侮辱先生！小姐，是个庶民难为，求小姐高抬贵手，放我们一条生路吧。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起来吧，起来吧，小姐，哎呀，你们不起来！好吧，点吧，牛娟儿就随他们为领子，这样既好让我弟弟消消气，又不知他难为他们。那小姐你，小姐，你身边没有人，叫我们怎么放心呀？你们不是常夸我能管吗？我能照料自己，你们放心走吧。小姐，还愣着做什么？快准备上路，走！来，快走，快走！哎，小姐，哎呀，走！快走，快走！小姐，哎呀，你们不要退了呀！你不要哭了，哎呀，真是，这个，走吧，走。哎呀，走吧，你们走吧，走吧，你不要哭了。哎呀，哎，你怎么不走了？哎呀，得噻，这下我们又不来了。来，快把老爷我姨太太送的东西挑回去，向小姐赔礼道歉。是吧？哎，他们是在演戏啊！小姐，哦，原来你是想用府的抽信机逼小姐求完啊？现在才知道，老爷他用什么计都对不过小姐哦。是啊，你我100个都顶不上哦。我们哪里管跟小姐比啊？这是老爷这盘棋又输了。其实呀，老爷的棋盘上从来就没有赢过他的宝贝女儿啊！服用，又是一帮饭桶。老爷，哎呦！哎呀！老爷是个性情中人，你的心情我是可以理解的。只是你这样大动quân火，是要去外生子的。对不起，刚才我是太冲动了。可是这府上只有你才明白我的心啊！寺中的大局一平房，多少年我与当爹有
家只能花心在，我不也去昨夜他儿子儿娘，唯有他自私设立大财。秀这孩子对张嘴会这样吃，哎，这样啥呢？这不是傻，这是冤。哦，有冤配不走，无冤爸爸去。哦，弟兄，我回来了。弟兄，我回来了。回来了，这里有我的家，我的亲，我当然要回来了。放不了春风十里谁情浓，放不了夜雨一帘幽梦。
你在家中做些什么？我年年为你修枝叠衣，天天到你金彩华章呀。苗姑所指啊山，有神神去也，肌肤是冰雪，错呀啥子啊子。先生，先生，又是一场梦。无所思兮，远在天涯，远乡中兮，四个万松烟下，四个万松烟下。有所盼兮，有心回家，远乡依稀。睡了梦中独花，梦中独花。点吧，今天才的电器当归，这个让小姐好好补补身子了。是啊，但愿上人爷保佑他哦。你看今天吃的当归特别大，特别好哦。当归大，当归好，可老爷盼小姐，小姐当归不归；小姐盼先生，先生也当归不归。哎呦，你怎么又唠唠叨叨？不是我唠叨，我是替小姐不平。小姐她不家门，家三里，送夫人宫殿上堂愿意，她也必出使城中情。
是你陪伴小姐多年，情同姊妹，可你还不懂小姐情心啊！小姐是你把母美人人，不谁又是数，就谁共修真。这山泥上写生文，这青山古竹内华人，鹊桥玲珑有好声，一对先生唱，顶礼莫背最心领神。这正是酒比分浓淡，情缘有且深，当归做的不分情，这位叽叽喳喳闹乱有三不太平。从今往后，你当讲则讲，不当讲的可不能乱讲。知道了。好了好了，那我去管着急去了啊。小姐，你又做梦了？娟儿，你看，我这对蝴蝶翅膀是不是绣得跟我令我眼了？是我令我眼了。可是这个无福的先生，承认是他有文大，可以我看啊，他是个地地道道只会做文章的大傻瓜。娟儿，不许你的先生说不敬的话。娟儿不管，娟儿不管了。哎呀，我怎么又唠唠叨叨了？娟儿，你信不信？先生，他真的飞到我梦中来了。信，反正你呀，不是做梦就是一梦。我看你呀，就这样生活在梦里。有梦就有安慰，有梦就有希望。好了好了，我给到先生文章了。哎，又有的先生文章了。苗姑所指啊山，有人人去意。小姐，喜讯来了！小姐，喜讯来了！喜讯？什么喜讯？快说，点吧，快说呀！哎，这喜讯是蝴蝶，它要飞回来了。蝴蝶？什么蝴蝶的？电视爸爸，你快说呀！是不是我又在做梦？小姐，这不是梦啊！想当年，先生曾做蝴蝶梦，还是梦想梦惊人。这神梦的戏梦神，是遇到结妙缘的不生句。今日我买绣品草料山下走，梦见高日天前客，只有深夜来转到讲的就是做梦蝶来，还是蝶梦真。真的是先生回来了。我月光有喜来报喜，这定是你们夫妻团圆好兆头。关心常常，真的是先生
啊，这虚心设法接早托人，叫我弟弟和姨娘捎去。好，哦，娟儿啊，别忘了那2只乌的茶杯，要洗湿干净。晓得。哦，娟儿啊，还有那尘封已久的张儿铜镜，也要找出来，我好梳妆打扮，迎接先生。晓得。晓得，晓得。先生喜欢吃野山鸡，我这就上山一些生食去了。公子你看，这暖山好幽深哦。呀，好一座人间仙境呀！房阶下一朵两朵白云娘，迎面来3片4片红叶飘，耳边响曲也轻的葫芦声，方丈子等月风来七八道，举球玉镜不同桥，果然是情绪胜利人分晓公子，你看，小院旁坐里，另旁坐茅山，前面像是到了张嘴先生府上了。老二，你去前嘛，把营长带上，我去问过营婿。是。总算盼到了这一天了。三归每一回，张儿托人陪。安抚燕子天明夜，清殿太美，真光彩。万我家一对我乐一陪，家父君一双亲我美，亲我请问屋里有人吗？请问屋里有人吗？来了来了，正是先生回来了，来了来了。总算盼到了这一天了。
请问屋里有人吗？请问屋里有人吗？来了来了，正是先生回来了，来了来了。我是先生。我的刀，彩虹掠过。个人怎么光发啥，不说话？哎呀，这位公子好像有点面熟。公子，张嘴先生指的家好高啊！公子，哦，罗儿，你快去问询。哦。哎，是他？怎么会是他？哎，真的是你呀！哎呀，真的是你！哎呀，看你的孩子又跑了，满头都是汗。哎，上次忘记问你，我叫罗儿，梅花鹿的罗。我叫娟儿，杜鹃花的娟，几只了吗？几只了？娟儿，罗儿，娟儿，罗儿。娟儿这名字好记好听，玩好看，玩好看。真的。这不是楚公子吗？你是？我是田大夫的管家，你6年之前来田府的时候。哦，记起来了，记起来了，你就是田爸。是。你怎么会在这暖瓦山？哦，我也是漳州家的。这里果算是漳州先生的府上。真是。哎，这是先生未归，只有夫人在家。
夫人，莫非她就是张嘴夫人？早来3天，良缘我可有望；晚来3天，失之交臂，抱歉之至。请问公子，你这是？小生我王明，得来拜会张州先生。哦，原来是此，公子请。请。有生冒昧登门，当扰夫人。不必客气，公子千里迢迢来见先生，不知有何吩咐？吩咐不过，这因避国出外，今某先生言大，得命有生先千金送礼，正请先生实招拜相。实招拜相啊，公子。娟儿啊，这是先生的蝴蝶杯，岂可随便动用，索取我儿。哎呀，是我粗心了。多有失礼，恳请见谅。哪里，这小小茶中，更足见夫人对先生之重敬，怎奈受教。娘俩人为相生功，开一座鸵鸟汉中，谁喊他花语神勇，神经啊！
老公子千里奔波，无故而返，请用我的先生深表歉意。公子，请用茶。哎呀，我可千万不能走神失礼哟！有生6年前，曾与先生失之交臂，此番又未能拜谒，甚感遗憾。故想请夫人告知先生言中，以便专人拜访，亲临交会。这，哎呀，先生离去至今已有6年没有音信了。娟儿，是此时来，夫人在此已足足等候6年了。公子。有生钦佩，有生愿踏遍海角天涯，去寻找漳州先生。不必劳驾公子，公子请来看。实在难忘，孤独者并不羡慕，因为南华山已是给予我心灵的家。先生一天不归，我就一天不离南华。说得好，说得太好了！面对如此夫人，我怎能心生想念，不可哦。心心心，错错错，生门同心，怀动情用心生，连错见错。老儿，快快为夫！此内孤若神女风，其女所自与外风，总相侣不管。娟儿，你的手艺真好，可再好也留不是你啊！都怪你家公子说走就走，脾气好怪哦。哎，公子可是个大好人，将来我要是来看你，他一定会成全的。什么？真的会回来看我？当作是真的，实话实说，当作算数。看，这是我娘给我的2只银镯子。我想送进一只。啊，
的这人手送给我啊！不知道你喜不喜欢？你这真心送我，当然喜欢。真心，真心。若爱这个心，一定不参加。这高山，这清静，都可以为我作证。那我谁天天看着高山，看着清静，等着你这颗真心。好，你等着，我一定来，一定会来，一定会来。娟儿，你在看什么啊？好了好了，快去告诉小姐，先生啊，已经到半山腰喽。哎，刚刚也是你这先生要回来了，害得小姐开门，好尴尬。这次可不要又搞错了。错不了，错不了。你看，这不是先生的印章吗？有鸟言，其名为本，北上他山，一让谁天子云，对付要杨娟儿上9万里。弟媳爸爸，他真的是先生啊？是啊，真是先生，真是先生啊！那他的胡子为什么这么长呀？哎呀，你看，你6年长多少高了啊？他的胡子玩不上吗6年云游心无道，归来却是旧江山。白云明月从无家，翠妆花是才艺。见过先生，你是？我是娟儿啊。娟儿？哦，小姑娘长成大姑娘了。先生，你这一走已经6年了。生也有涯，而子也无涯。有涯虽无涯，6年不算长啊。是啊。点吧，你怎么一下子老了这么许多啊？我。先生啊，你看你也不是老了吗？哦，我也老了。夫人好吗？夫人好啊，她早在等你了。小姐，先生回来了。小姐，先生真的回来了。先生回来了，先生回来了。的确，先生，为什么6年不见，桃李更艳？一人神采风云，
人啊，6年不见，你怎么比从前更年轻、更漂亮了？先生休得取笑，我看先生俊目美颧，仙风道骨，倒是越发的精神了。哎，张嘴老爷只怕难与夫人匹配了。先生又取笑。哦，我是为人家先生换上了这身红嫁衣，才多了几分稀奇。先生请看，这是为妻替先生绣的蝴蝶寿衣。小姐就是这样，年年绣，年年等，年年等先生回来穿啊。这都是替我做的。哎呀呀呀，我哪能穿得了这许多啊？先生请看，小姐绣的多美呀！是啊，真美，绣得真美呀！这一只蝴蝶绣得都快要飞起来了。不过点缀毕竟是娇色之美，本色才是时尚之美。我看夫人红面庞，天然不加娇色，倒是有几分诱人心魄之美哟。哎呀，回去哪里这么多？没有。是美是美，要不放在楚王生见了小姐。楚王生？是啊，楚王生见了小姐，就像见了嫦娥下凡，又是恭恭敬敬拜，又是痴痴傻傻看你。楚王生来过了。他来请先生食早百香，被我按先生常理实现了。理应实现。先生一路辛苦，待我为你烹制香茗去。
先生，你看，这叠杯是你我的同王交杯，这杯中是为妻亲择的云雾山茶。不用，我一路饮的是清饮，吃的是鲜果，故而不可。我看先生风尘仆仆，衣衫单薄，来，快把为妻新制的蝴蝶绣衣换上啊！也不用。我明白了，一定是先生。带我去烧好香汤，铺好暖上。更不用。明日一早，我还要下山讲道。今晚我需边做宴动，夫人是听安谁？先生，6年不见，今晚你还不被为妻说话啊？为父爷道，不可一日不学功课。先生，今晚就敬我一个礼为吧。先生，为了成就你的大业，为妻等了你足足6年呐。长子看中的夫人，不同平常女子，就因你最懂为夫，以大义为重。不天就是平常女子，更是你的妻子呀！不要这样，明日一早讲到，我还需准备准备。无所思兮，远在天涯，远相踪兮，四个万松烟下，四个万松烟下。无所盼兮，有心归家，远相依兮。睡了梦中独望，梦中独望。
这位张周先生啊，真是位大一份家呀！那当然，这当今世上，像先生那样称得上大圣贤者，恐怕屈指可数哦。可我怎么听了半天，这一动也不动啊？这没有关系，按先生之说，这生即死，死即生，是即非，非即是，所以这动就是，不动这不动就是动。事实上，你我尽可不动则动。哦哈哈哈！先生来了。哦。请问小娘子为我在此询问的可？这问内长的是你何人？这位大爷。哦，我成了大爷了。这位小娘子，你可得如此伤心，不知所为何事？多谢大爷关心，我叫小妹。小妹，有意思，请讲下去。情一年。
门未见官，官非三妹大破门，流言乱纷啊纷。马内我官做官为是就对啊，官才天天来锁门。此事你是登记了？当然登记了。哎呀，大爷不去不行啊！这又是何意？大爷，你想，这份要是不管，那些吃杀根的人总是要想把我淹死。你说，我跟他能不结吗？哦，你已经有了一个他了。他是一个真心实意的好男人，我当然想留住这份人缘。这倒也是真心话。我对大爷说的都是真心话。大山道花开能有几生心，华年的事多勇敢，我也空坐随黄土红颜老啊，更怕流言张元文。哎呀，常言道，青春无价，须是真。我也想，我也想堂堂正正，堂堂正正在江山。好一句青春无价须是真，好一个三人半人小美人。随凭他嫌我老张讨水红，我也要急用大方去报仇。小美人，我猜你那个他一定在催促你早日洞房花烛，可你又不想违背他的意愿，怕落得个不小心的坏命，难以做成。哎呀，大爷，你怎么知道我的心思？所以文官之前，你不管答应他的婚期。哎，是啊是啊。小美人，我还知道，你至今还不明白，你正在让你丈夫的当你。你说我跟他能不结吗？哦，你已经有了一个他了。他是一个真心实意的好男人，我当然想留住这份人缘。这倒也是真心话。我对大爷说的都是真心话。大山道花开能有几生心，华年的事多勇敢，我也空坐随黄土红颜老啊，更怕流言张元文。哎呀，常言道，青春无价须是真。
我也想堂堂正正，堂堂正正在江山。好一句青春无价须是真，好一个三真半人小美人。随凭他嫌我老张讨水红，我也要急用大方去报仇。小美人，我猜你那个他一定在催促你早日洞房花烛，可你又不想违背他的意愿，怕落得个不守信的外命，难以做成。哎呀，大爷，你怎么知道我的心思？所以问官之前，你不管答应他的婚期。哎，是啊是啊，小美人，我还知道你至今还不明白，你正在让你丈夫的当礼啊，此话怎讲？小美人哦，月与圆缺，天与阴晴，谁能到玉露上见应是人？名利千千手中一把双，哪能算得谁不成？要理财，我光人前，本官分明，他不愿美人在家山。原来他死了，还要来骗我！你可没有良心的呀！小美人不必如此，喏，待大爷来成全你。你是我来成全我。小娘子，愿你嫁一个如意郎君。多谢大爷。多谢大爷。老大爷生力相助，无以为报，从此完算了表谢意。这把双儿
强儿，你看，今天我又找到一只野山鸡了。昨晚的那只我没同你。啊？哎，先生，怎么晚不回来啊？苗姑所自那山，有人人居也。肌肤色冰雪，左呀啥子？不是无故西风引路。怎么连你都请我的书来了？夫人呢？哦，夫人她正在读你的书呢。正因为小姐天天在读你的书，我也压会了几句啊。哎，你听，不是无故西风引路。不是好好好，风引路。哎，先生啊，我搞不懂啊。这人要是真的不是无国，还要顶着西风引路，这不是娘生活文武的吗？是领位，无知啊，无知哦。夫人她真的天天在读我的书。哎呀，先生啊，你怎么连我的话都不相信呢？小家是俺点心管你长多个，是欠我老他不跟哪长多个。想想他这6年来，真是不容易哟。淡淡的相思脸上写，层层的离别心上悲。谁知青山绿了水，不是流水心中爱。回首文章千古字，关于结梦共等待。人间先生多呀问，从无缘总不悔。至今的先生归，愿他乡红梅风尘欢笑。哎，这世上有人爱上好苦的甜，有人愿拼好甜的苦。这老头这几句人唱倒颇有意思。好，老张今晚要好好的陪夫人喝几盅。对，这就叫小别重逢哦。小姐老早就把酒菜准备好了。夫人请。夫人啊，今
为妻就不饮酒，醉了，醉了。醉了心更浓，醉了意更深。来来来，你我老夫少妻，唱起来，舞起来哟！唱啊！跳啊！古本相会醉里东湖我年送去靠你求福几杯几杯，曾上思念，两情相悦，同往之处几杯几杯，记得，这别出心内的东方小秘密，我怎会不记得？紧紧相思苦，我下联是自作林远远爱苦，相思苦，相思苦，爱苦。咦，你怎么会有一把女人的碗摔？是啊，这是我想送给你的呀。哦，送给我的，真是，因为这孙中还有一个故事呢。故事？什么故事？来，我来讲给你听。这世上真有这样的事？是啊，生活是人是大道，男欢女爱本天性嘛。先生，你真有这双观文的本领，多年修道，人称本神本仙。先生一人
本人闻喜了。夫人听了这个故事，不知有何见教。虽闻故事谁荒唐，伤心无奈一困伤。无挂无主实难渡，比起家一顾，自本自念自痛自养好夫郎。尽心随算结生意救生女，快为他关走关为坦荡是此事，你可怜这个小美人。先生尚且可怜她，我自然更能体谅她女人的苦衷。夫人好像还有点喜欢她。喜欢她率真无假，喜欢她滚走滚为。天哪！听其言后谁了？我算是天下女人杨官场。夫人啊，难得你惺惺相惜，人心肠，看起来此算你与你收藏，藏进一袋不寻常，这晚上兴许你也好配用场。先生你这是不义，你情色尖酸谈别调，我也无意来我操，有6年此岁做情真，难道还用不这此算说荒唐，说荒唐。老张爱说笑，夫人莫当真哦。哎呀，不好，痛死我了！先生，谢谢妈妈救儿快来了！先生，救他不成，老天亡我性命无救，只怕此番我命休矣。哦，先生，你千万不能这样想，殿下爸爸快去请郎中。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先生，不要伤心，我不是讲过，这3件事4件生哦。先生，张嘴是这就夫人与我3件事啊，先生，也要你3分3不管皆并列，还要你不美不长
定是失灵草堂前，谁要你亲情守孝？前前那八方吊唁，娘子能一次三千。我是明目父王见。就死了呢。有鸟言，其名为本。北杀泰山，一杀随天之云。爱扶摇养君，而则上去万里。小姐，你已经读了整整半天了，小先生往去已过了3000、5000，你不能再这样不言不语，憋着闷着。你再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吧。匆匆。
既曾半生半仙，那你在天之灵能否听到为妻哭诉吗？听到，听到，这是当今世人多待假面，多讲假话，故为父对你的所言所语，万须一丝真假，以作念证。是谁在这里？是先生吗？是先生回来了吗？啊，小姐，先生，小姐，你怎么了？小姐，娟儿，我觉得这香烛、这灵幡都好像在乖乖地飘摇同堂你。小姐，那定是你伤神过度，眼花缭乱了。今天就早一点歇歇吧，啊，小姐。傻丫头，先生正说，有说生死篇，且这样冰水比，水结结成冰，冰消翻成水，冰水不相伤，生死晚伤眉。天哪，就这一句生死晚伤眉，就足以让人体味也生了。天哪，难道他真要痴痴地把这一生都埋葬在这伤心之地吗？总该有名神教举手，他愿有我梦有，文白左右。
小姐，你的意思我明白，娟儿就是担心太苦了小姐。傻丫头，这人生甘水本来就是苦中有甜，甜中有苦啊。兰儿，兰儿，公子，马已备好，可我还是想救你，带我一起去寻找张嘴先生吧。不必了，见面策应，随你天马行空到来的哇。可你身边没人陪伴，我真的很不放心。哎，你公子是好样，又不是懦夫。再说，我的心思也瞒不过你哟。我知道你等待的人要像张嘴夫人那样的完美，可这样的奇女子，这世上大概是绝无仅有。老儿，这人世间，有的人正与你朝夕相见，且像孤雁烟云，不露痕迹；可有的人，随着一面之间，却能将美丽的种子发芽在你的心灵深处，永不凋零。总之，这人与人这一个缘是最了得哦。那这件小礼物，我想请公子有机会替我转交给娟儿。表达爱心的礼物，还是亲手相赠为。再说，我也不会有转交的机会。为什么？因为不管是否找到漳州先生，我都不会再去暖华山，今生今世都不会了。这又为什么？不要问了，这人生的答案，最终是要每个人自己去寻找的。公子，那你自己保重。这豪情夫人被我做一场游戏了。张嘴，张氏篱笆王建福，从今起应声还应该新春。娟儿，你在想你的女儿了。小姐懂你的思念，她若真是能来接你，我就送你和她一起离开暖华。不，
不，小姐不离开，娟儿也绝不离开。他若真心喜欢我，那他一定会陪我留在南华。洛儿，你在哪里呀？我真的好想你呀！先生，楚公子，啊，先生，有生我来迟了。楚公子，小姐，楚公子，那件先生吊唁来了。哪一个楚公子？哎呀，楚公子就是来请先生北向的楚王生呀，只是可惜洛儿没有来。可先生说过，因前去吊唁，故不管是谁，都请立即下山。这还不快去？是。哎呀，姑娘，可曾禀报师娘？可先生愿意前去吊唁，小姐吩咐，敬请公子所为。哎呀，师娘啊，有生请问先生闲事，得来这8日之上，尽地之子你，恳请师娘成全。公子虽从弟子之年，典秀须遵先生之言，请为吧。